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的清境农场有真侪可爱的杨梅啊，讲真奇怪呢，为什么杨梅啊定定会烧钱去种迄个红色的庄啊咧？专家讲，这个红色庄啊其实是盐庄，主要是因为牧草这钠的含量上少，为着要让杨梅啊维持健康，提供因身体矿物质，才会放这种盐庄，让杨梅啊来种。 一大阵碰晒晒杨啊，我做伙看起来介古锥。这是清境农场杨啊是远开外空芳，不过所有游客看到因奇怪行为。杨花一直咧种这块红色的物件，这个种就是几啊分钟，和游客是看甲不飒飒。看起来像什么？像砖块。真侪游客拢感觉迄块红色的物件应该就是庄仔角，唔是哦，伊其实是。 动物吃的那种盐吧，你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动物频道。无错，规章好好，这个红色的庄啊，就是抗盐的盐庄。杨花会一直种，就是因为牧草内底特别含量少少，无法度满足杨花的身体需求。它最主要是提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，它里面有大量的钠跟镁离子，它可以让身体机能更正常，而且让羊更健康。 农场讲，这个盐庄有95%个盐分，会当提供杨花矿物质，可以当到体验疼身体。农场阁强调，杨花若是欠盐分，因得去喝茶或者是食毛。所以后摆若来到清境，看到杨花伫咧种红盐庄的时，唔免吊车惊，因是伫咧顾健康啦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